好，第8題，小明有一啲蘋果同香蕉啦，佢哋嘅總數量係100同200粒中間，而且呢啲蘋果同香蕉嘅粒數比係8:5，跟住小明每日都會隨便食2粒，但唔一定係相同種類，即係佢可能食嘅係2個蘋果啦，或者1個蘋果1個 banana 啦，或者2個 banana， 有3種唔同嘅可能性啦。跟住啦，喺第3日食咗其中嘅2粒之後啦，即係話咧，佢食2粒呢個行動咧，佢係做咗3次嘅，佢總共食咗6粒，共6粒。蘋果同香蕉嘅粒數比咧，就會變做7:4。咁請問開始嘅時候，小明擁有嘅總數啦係有幾多粒咧？咁呢一題啦，你見到如果你將蘋果同香蕉分開諗有幾多粒嘅話，分別有幾多粒咧？其實係好難諗嘅，因為你唔知佢食嗰2粒係蘋果同蘋果、蘋果同香蕉定係香蕉同香蕉，所以你係根本就唔肯定嘅。咁如果我哋將佢哋夾埋一齊睇咧，因為最後都係求總數啫嘛。係啦，我哋試下將佢哋總數夾埋一齊啦。好啦，我哋根據第一個資料，我哋可以設蘋果嘅數量係8A， 香蕉嘅數量係5A。咁佢哋加埋啦，就會係13A 啦。咁呢個 A 一定係一個整數嚟嘅，所以佢哋嘅數量就會係13嘅倍數，而且呢個數係喺100至200中間，100至200。咁其實可能性唔係好多啦。我哋睇埋第2個條件，喺第3日食咗2粒之後啦，粒數比變到7:4。好啦，佢每一日食2粒。而家食3日，咁即係佢食咗6粒，咁即係話本身有13A 啊嘛，而家係13A 減6，香蕉同蘋果粒數比7:4啦，7:4，蘋果係7B， 香蕉係4B，7B 加4B 等於11B 啦，11嘅倍數，咁即係話13A 減6，佢最後會係等於11B 啊嘛，係11的倍數啦。OK， 咁我哋首先啦，因為13A 啦，佢係喺100同200中間嘅，我哋可以將13A 嘅所有可能性列咗出嚟先。係啦，13係倍數喎，13乘7係91啦，乘8億嘅話就係加翻13，係你後面加13落去，應該係1804。咁我哋再慢慢加13啦，慢慢加13，117、130、143，之後156、169、182、195啦，195，呢啲就係13A 嘅全部可能性啦。咁而家係13A 減6係11嘅倍數啊嘛，所以我哋全部減6嘅話啦，呢度就係98、111、124、137、150、163、176同埋189。咁呢一度邊一個係11嘅倍數咧？其實呢一個只係得呢個會係11嘅倍數，佢係11乘16嘅。OK， 咁即係話我哋嘅答案就係、答案佢問嘅係初次擁有總數啊嘛，咁即係話呢個初次總數答案182粒啊，搞掂，多謝。